后来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这个新竹市有一间茶餐厅发生着命案，兄弟啊因为争家产起冤家，这个小弟情绪失控，走去五金行买家私，佮走转去兄哥所开的餐厅来理论。阿弟啊出面来排解讲和，想袂到伫咧Q6的时阵，这个阿叔甲刀啊插入去弟啊的心脏，26岁弟啊当场死亡。救护车赶紧驶到现场，家属正着急徛伫门口，因为遮发生一件阿叔刣孙仔的人伦悲剧，一刀就无命。这个靠手铐48岁姓黄的查甫人，因甲因阿兄受争财产有纠纷，失手杀害26岁孙仔。代志发生伫新竹市一间餐厅，在地真有名，凶嫌是头家小弟，两人不时咧发生冤家，暂时因为财产的问题又搁起冲突。这个小弟一时呢情绪失控，去市区的五金行买一支水果刀啊，后来又搁发生冲突。这个孙仔出来要做公亲，一个无12岁插到胸坎，送到病院急救嘛是无效。跟他蛮好啊，所以是不太好。就是我有听他提过这件事，他都怎么说？就他只说有一些争吵，他也没有实际说是因为什么事。范闲因与其哥哥为家产分配而有纠纷，竟持水果刀前往哥哥经营的餐厅理论。本案已报请新竹地检署相验，依杀人罪嫌移送侦办。天门慢慢拖起来，家属表情真艰苦。代志这严重，监视人员甲检察官同时到现场，敢有故意杀人的可能？是什么款的动机？检方拢要详细调查清楚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